主后2024年3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辨明基督是主的身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3章第10到12节。耶稣搁入去会堂，伫遐有一只手揢去的人，有一寡人伫长等看耶稣伫安息日为甲即个人医治，还未通甲伊告。耶稣对迄个手揢去的人讲：“起来，来中午食。”然后伊问众人：伫安息日做好事，还是做歹事？救性命，还是害性命？倒一项下律法？因拢点点。耶稣受气，一个甲因看，为着因的疑心忧伤，就对迄个人讲：“手伸出来。”伊手伸出来就复原。遐个法利赛派的人就离开会堂，随时甲希律党的人斗阵计谋，对付耶稣，看要安怎甲伊害死。耶稣甲门徒退去加利利湖边，有一大群加利利人缀伊去，阁有一大群人听到耶稣所做的代志，对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麦、约旦河东边，以及泰尔甲西顿周围来找伊。因为人真多，耶稣吩咐门徒甲伊准备一只船仔，才免互人甲伊拐变去。因为耶稣捌医好真多病人，所以所有的病人拢快活来要甲伊摸。遐个邪神一看到耶稣，就趴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发：“你是上帝的囝！”耶稣严严命令因，毋通对人公开传扬伊的代志。辨明基督是主的身份。有一位老师来到一间新学校报道，伊看起来真少年款。学校的同仁也无人认出伊是新来的老师。同学，你要找啥人？你是老师哦？哦，通识教育的讲师是无？你拄呾来即间学校吼？我甲你讲，安尼，过去的努力，互伊早就累积丰富的经历和学历，所以伊真少年就诚做大学的老师。但是新学校无人认出伊是老师，直到伊提出证件，即个身份才受确认。进入教室搁较趣味，因为伊外表看起来甲大学生的年纪差不多。直到徛上讲台开始上课，学生才发现老师原来早就伫教室内面伫甲因开讲。同学袂禁地议论纷纷，对新来的老师充满好奇。同学的好奇，若是因为新来的老师外貌少年，搁较在伫因对老师的想象已经受刻板印象限制住咧。伊的外表应该搁较成熟一撮啊，伊应该安怎甲人斗阵？伊的资历应该着安怎？面对一个生分的少年人，要认同伊是一位老师，显然需要有新的人物。当耶稣开始传道生涯，无论是伊伫的行动、赦免的宣告，还是伫安息日的新约，伊的言行拢挑战当当时的人对信仰既有的认捌，特别是互认为是上界了解信仰、上界会当辨识弥赛亚的法利赛派的人，搁较是备受挑战。今仔日的经文描述，伫安息日，耶稣伫会堂内面
医好一个手高达的人。遐个法利赛派的人对会堂出来，随时和原本彼此敌对的希律党人参详要安怎对付耶稣，要杀害伊。因放任眼前即位超出家己所会当认捌的耶稣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，甚至想要用计谋杀害耶稣，这拢显示出因的无知甲骄傲。反观遐个受邪神附身的人，就是一般人无法度理解，认为是超自然的小者，却拍败伫耶稣的面前话讲：“你是上帝的囝。”这两者的对比，互你想到甚物？伫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之间，存在着咱穷尽一生拢认捌袂完的事物。伫信仰的历史脉络，遵循真理的方向，比遵循规范的方式搁较重要。伫逐种关系中认捌基督的救恩，认捌信仰的群体，拢是一种对未知信仰的认捌。有时阵，咱通称作是信仰见证，也是神圣的经验。就亲像耶稣的赦免和医治，临到变碎的病人的时，互身躯边见证者拢真惊奇，搁为着安尼来上赞上帝讲：“我毋捌看过安尼的代志。”小组的辅导捌接待几个因为好奇来教会的青少年，这个青少年来几个月后，某一遍分享因会继续稳定来聚会，是因为台语礼拜。其实因听无啥捌台语，总是当师会伫礼拜中带领众信徒做伙恭敬祈祷的时，互因感受到上帝同在的神圣甲真实。即款的见证，互我深知，基督是主的身份，是在伫气度限制的谦卑甲刻薄中受辨识出来。默想，身为基督徒，我希望家己的身份安怎互认捌？身为基督徒，我希望家己的身份安怎互认捌？做伙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感谢你道成做人来到世间，赐阮正确的信仰。愿你开我的心，互我搁较深认捌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